乡亲，咱继续来看蔡总统出国访问，来到圣露西亚参访因的金蕉出口集会中心。因的总理是更感谢台湾，加因支援农业的技术。蔡总统这回出访，传出着假消息，讲香港到这个邦交国海地这4点钟，就来送出着45亿。佮讲高雄的天狗热要5000万，才互因2000多万。总统讲，这已经拢报警处理。 我国和圣露西亚曾经断交，后来恢复了邦交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香蕉。伫甲台湾断交迄几冬，圣露西亚受到加入 WTO 了后的农业冲击，经济并不是像即马安尼大条搁甜，当时是受到伤害，外销减少，中国技术搁无资源，愿意帮忙的就是台湾，嘛互圣露西亚重回咱的邦交国行列。We call it green gold. 在金蕉经过品质体检了后，就要出口到英国，大大改善农民的生活。 We want to develop our relationship that it's not just a government-to-government relationship, but it's one that is also business-oriented and also cultural experiences. 不过，这次出访所传出假消息，被讲做到海地，才4点钟就送45亿，高雄卖天狗热爱5000万，才互因2000多万。你有注意到这个谣言吗？有这个海地的这个是一个贷款哦，而且是商业性质比较重的一个贷款哦。那至于就是高雄的5000万，就是5000万，没有说5000万变2000万的事情哦。那这些假消息哦，我们也觉得是有人刻意在操弄的哦，所以我们已经报警。伫摒外交的同时，嘛对国内假消息宣战。